大轻着，两搭做上球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俺讲这，发。来哦。对了。谁姑？你要做理容，球好好哦。我忘记换衣服了，你等我一下哦。好嘞，你发条球好痛。按开哦。我动作很快的。哎呦谁姑？你该这按手诶。我忘了刷牙了，你稍等一下。你发球好痛啦。嘿，谁姑？你按开，从你可能同阿去谁认你呢？有啊。你爱看你仔细，好好嘅事，阿去怎会认你呀？你会点么？好，那我去慢慢解释，好好解释啦。谁顾真是嘅，手脚按免，不过事情啥冇做好来。咕，世界最伟大嘅英雄，殊不知近來呢。給草人翻來停手。最勇敢嘅給草人，停出為變先叫嘅任務。你有乜嘅困難？你有乜嘅困難？馬上就係給草人呢。我係最勇敢嘅給草人。我就係最勇敢嘅給草人。我就係給草人。我就係給草人。我就係。冇錯咧。讓馬上嘅你最睇，叫潮係正式嘅給草人。我嘅你最睇，我就係給草人。我嘅你最睇，我就係給草人。讓馬上表到最開，叫潮係正式嘅給草人。發掉！我就比你好開。發掉！即係發掉，重點到咧，當然係馬上表到最開，表到最開嘅人，叫真係正式嘅給草人。我就聽明咧。我就準備好咧。李人長操啊，慢慢來，每件事情就做得咋做好。Hello，大家早安。誰調按做？你來請誰顧？做補上好痛啊！嘿呀，哎呦，可是我想要趕緊把條 Q 啊！好，我馬上去。誰調按門呢？唔會啊，讓你 Q 一下甜甜啊。正式按門呢？剛剛了門一下之後咧。誰調？誰調？你好累忙啊！我哋要 Q 上好痛咧。再一下下就好了。誰顧啊？你做你咧？我也想啦。誰調？你好了沒呀？快好了，再一下下哦。啦。誰調？你還唱歌？快點！誰調？你發調好冇？啦，好累。你按門呢？咕，世界最偉大嘅英雄，殊不知近來呢。給草人翻來停
天秀。最勇敢嘅技巧人，天朝白变星叫嘅任务。你有乜嘅困難？你有乜嘅困難？馬沙就係技巧人呢？我係最勇敢嘅技巧人。我就係最勇敢嘅技巧人。冇錯咧，讓馬沙嘅你最大，叫超係全世界技巧人。我嘅你最大，我就係技巧人。我嘅你最大，我就係技巧人。讓馬沙表到最快，叫超係全世界技巧人。發掉，我就比你好快，發掉，即係發掉。讓我嘅厲害。重生，救命啊！我就到最尾，我係全世界技巧人。你沒技巧人，全世界技巧人強衝線。誰姑，此魔下體，總得讓技巧人咯。你娘，誰條按咬出個瑕疵。耶，寫完了，我寫完了。我娘娘。誰掉？你寫得很慢呢，我都寫完了，你才寫3行。誰姑，你寫按看，沒毛用。你娘，按到下唔錯，走下個。好了。誰掉？我都寫第2遍了，你才寫完1頁哦，太慢了啦。安江仔，誰掉？看看你這下，怎麼得讓技巧人呢？你有下體了喲。唱啊，你讓。好。誰姑，你讓。你該只下的讓唔得。哎呦，那我下次再寫好一點嘛。剛才做的讓技巧人咯。誰條叫冇下體，你咪就唔得呀。誰掉，你寫快點啦，發啦。誰掉，發啦。誰條，你晚忙下體了，我下發掉哦。好。誰掉，寫快點啦，技巧人要開始了。好了，耶！安江仔，你會釀嗎？哎呦，唔是嘞。咦？哇，可惜嘞。給通來講。誰姑，你在做嗎？武山哥哥，時間還按門呢？你做得本時間還發掉嗎？有乜可能啊？你做嗎想時間就較強啊？你不應，我想釀技巧人啊。想看機超人？錯啊，我按高級技巧人哦，釀哦 ，Super Chicken！ 哇！哎呦，我本人看無強的超人好嗎？好啊。嘿，誰姑你好，我都太跳鼓，團隊呢，還有功夫，好，客家拳第84獨舞拳，
按子这。你同做按门，我该给曹英同做事诶，咻，按发的。哦，较夹着哦，走的，看得咯。按子这，得车，生猛。哇，按发咯，我该给曹英背背哦，你做得嘛？当然做得啦，看得咯。背哦，生猛。哇，叫继续背背哦。还要行较厉害哦，看得咯。像电风扇。哎呦，师姑，你用的咯，师姑。没啦。部长哥哥，你既然按这厉害，你做得本事给合法的嘛？我还想让我给草你。没哟，拍手讲的啦。听听啊，做乜嘅？用建筑过韩国来呢？乜嘅建筑过？看，韩国来呢？It's me， 建筑过建到太平话，本意嘛介个，冲上来嘅阿不多。It's me， 建筑过建到太平话，本意嘛介个，冲上来嘅阿不多。很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就上橋。哇哈哈，朋友你在飛啦！